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咁禮拜三就唔得閒拍片啦，出咗條短片俾大家啦。之後如果有唔得閒嘅情況呢，都係最少會出條短片啦。拍片呢度呢，就阿師傅啊，有啲會員啊都想我講多幾場，咁我就同大家講多幾場啦，但係就唔逐隻細講啦。舉個例啦，因為好似之前咁啦，我會解釋下啲細節，點解我同我 AI 會揀呢隻馬。譬如599場次，全世界都同你講櫻花酒杯贏嘅，咁我同我 AI 咧就貼精英高球膽嘅，人哋冚住佢咧就跑得冇咁好嘅，佢冚人哋會跑得好啲嘅。呢啲細節咧，如果逐隻講又講咁多場咧，條片要拍好耐嘅，所以我就轉一轉個方式啦。咁嚟緊咧就直接同大家講飛邊隻狀態比較差或者冇咁好機會嘅馬啦，心水係邊幾隻咁樣啦，咁就唔特別解釋噶啦。但效果點樣啦？歡迎大家私信我俾意見我嘅。咁啊，講翻啲馬啦。星期三嗰晚收到嘅消息咧，主力就係賭第四場嘅幸運愉快啦。咁啱啱跑完第三場咧，我就已經 send 咗俾我群組啲會員噶啦。嗰陣仲係10幾倍嘅，咁去到入閘臨開跑嗰陣就打到落去得翻4.5倍啦。咁幕後嘅信心同鬥志都好明顯啦。啲錢買落去就唔係假噶嘛。咁啊，出閘好快好順利，咁但係就因為太順利咧，俾人頂咗外碟啦。咁啊，車前褪後又縮翻落去啦。通常喺對面直路咁樣車前褪後咧，都死90%噶啦。但係佢最尾衝上嚟個勢咧，都係好強嘅。有眼睇都知嗰場際遇，如果唔係差到咁咧，贏噶啦隻馬。咁就冇計啦，下次再努力啦。然後臨場咧，我個 AI 就俾咗2隻馬我買嘅，分別係領航君子同埋快活英雄。咁都順利贏馬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或者 AI 俾咩馬我賭，可以加入我群組啦，WhatsApp 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好啦，咁就開始講聽日啲馬。首先係第一場啦，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首先係4號、6號、8號、10號、12同埋14號可以劃咗佢先啦。呢場比較中意11號賢者威風、9號利高八斗、5號星運笑着同埋2號嘅開心孖寶。然後就係第二場，2、3、4、5、10、12、13、14都可以劃咗佢先嘅。呢場就揀咗1號都靈冠星、7號精彩、6號大回報同埋11號嘅準風雲。之後就係第三場，4、5、8、10、11、12、14，咁啊全部唔要。呢場就比較中意1號嘅超和平、6號實力加、2號堅先生同埋13號嘅天天更好。跟住就係第四場，1、2、6、8、10、11、13，咁啊可以畫晒佢。金水就揀咗4號男神、12號部族高手、5號勁勇黃區同埋3號機械之星。嗱，就係最尾一場第6場，1、9、10、11、12、13都唔要。呢場呢，就比較中意4號真強、5號欖蛙、6號健康快車同埋14號嘅幸運堂。咁啊，5場賽事分析過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咁就下個賽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